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：大人看牛，囡仔欢呼。意思是囡仔教大人做代志，也就是外行领导内行。那以部队来讲，这陆海空三尺精英，大家拢拥有高超的作战技能。你若讲拄到外行的指挥官，就算战力搁较强，恐惊嘛难以发挥伊真正的实力，成功完成任务。像一般的公司有真个空降的主管，你若讲无相当的实力，公司的营运卖死点袂开。依照星座专家研究，就算能力比主管较强，嘛无想要做主管的星座。金牛座因为家己坚持有实力，抑过干那想要做家己。啊，那双子座的人也拍拼好工作，变较有趣味，无想要去管别人。巨蟹座的人是顾家的星座，做主管的因为受过无用，影响甲厝内人斗阵的时间，伊嘛无兴趣。今日讲俗语是：大人看牛，囡仔欢呼。